做，我们改挑路的。医疗产业来做体检的。创迪安有目测，应该知道体检是很多红字吧？嘿，你无要你也排球。盛昌哥，大部分嘅时间因为因不用填修吗？唔会。有没有放尊重？啊，本条老爱马上好接。哦，对啊。我那摸满地毛，可是我真的觉得红玲好像老夫子哦。俺动你懂，俺动上台饭书啊。他比年轻点。盛昌哥，你弟吼，你两下切都动吼，转体不看好，会继续在填修哦。对，不能切所以你不要拿出太完美的实力。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蘇坤，一家之主，我係民主，我係白強。今日呢，同歡喜來到新竹嘅信豐也到位哦。嘿，信豐兩片吼，其實吼未就動到東北主菜嘅朋友哦。冇錯，而且信豐也到位呢，沒有動到嘅大學都也到位。大學嗎？對啊，像是中華科大，那都信豐也到位。所以呢，也到位有年輕的勢力。也有傳統嘅，也就有底蘊都要到位。先來分享到我們這邊是年輕的勢力的代表，來分享到嘅係我們嘅曾之子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你好。兩位小改哈，那這樣我就要說是傳統嘅底蘊係嗎？他不是的。好啦，未係後生應該代表哈，邱玉涵邱師傅。歡迎大家好。邱師傅咩？非常後生，非常正嘅。真嘅。馬上嚟分享到今日潛水集，我哋到邊呢係兩公婆哦。好。分享到嘅係後生唱歌來開運太子。大家好。你好。好可愛哦。好，接下來咱隨來分享到嘅係母子檔哦，風暴強老林鳳梨。歡迎。哇！先來問一下你哋吹風吹哦，到信豐也特別有乜嘅好少嘅本體價來留料來食啲冇呢？海邊嘅邊個要嘅父母講好了啦。哦，你一片就挖海哦。嘿。是的部分哈，該就是講6月份哈，有西瓜節啦，安尼啦。哦，西瓜節，西瓜節啦。哇！咁呢兩沙都會是哪一片肉會？哇，等一下，凱文姐的臉上面豐豐，講出來台下是地的，所以我們就不問了。秘密。好啦，咁我問一下，咱隨到台下講一下好咧。呢度兩片哦，要買個好食嘅東西就得到台下講哦。信州建新路該片有一件土魠魚羹啊。該加新年冇去噶。那媽媽有要補充的嗎？紅樹林，看夕陽，哦，有附一個蔬菜啦，紅樹林看夕陽，對不對？兩片嘅東西哦，凍好食，蔬菜咪凍好高，凍好料。冇錯，聽日特別高雄咪係凍旺嘅哦，凍發財，唐宮要特別平陽出凍都會告終哦。可是你已經來不及了，你就不用來這裡做。我專心做主持時候咧。這個不是美冇專心係嗎？對。可以看剔出的食材係乜嘅？好，來到信豐河聽出愛食嘅東西河，打開來，應該唔係西瓜啦，嗬。來，哎呀，你一擘嘅頭，你係按到粉頭。粉頭哦，原來這很多粉頭哦。你食起來粉粉的嗎？唔啲哦。那要拔絲嗎？哎呦，聽出會拔絲。一定要拔絲。對，不管是什麼豆，都給它拔絲。哦，就分享到今日嘢嘅粉頭嘅牛肉，睇下嘅彭林檢討節。來。他有點恐懼，是不是看到你的關係啊？妹，因為我就撈啲主題道具啦。今天姐姐特別準備的哦。因為哈，每一個人常常看到很多凍豆嘅頭鵝哦，不過豆袋吼，哪一種豆子是哪一種豆子？我第一個按到買名嘅，做啲讓我紹介一下麼？像你係乜嘅？你係蔥頭啦，蔥頭就買嘅皮色咧。蔥係麼？蔥係麼？係啊，蔥啊，差唔多要幾蔥？要長浪蔥，一尺多。佢係唔係塞挑罐呢？就會塞挑罐，哦，煮嘅挑罐頭嘅啦，客家的那個豆乾湯啊，就會用兩塞嘅。哦，原來啊，天呢計咧，有面條係冇？係個面條。面條咧？唔過面條要腌嚟，呢一邊嚟。哦，有鹽呢咩？有邊呢？有兩種係冇？哦。
啊，佢未係扁的，然後跟粉條就蠻差別。係咪佢看起來好醬啊？你好這樣啊？啊，粉條讓我馬上好食。哦，你好。可是講真嘅阿婆，一個麵條佬一粉條應該係東南本，因為我一看，我真的撈到佢係四季豆。不錯。東南本吼，不錯，講會中嘅人較甜。誒，中嘅人。中嘅人。啊，家下民主姐就問吼，佢按到粉條係唔係認為佢咬起來有粉粉的係？咩？咬起來冇粉，佢個名字按到粉條。啊，為什麼叫粉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粉好吃的意思？哦，粉好吃啦，粉好吃啊，吃看才知道咯。真的，吃吃看哈。哇，這個粉漂亮呢。粉漂亮。哎，來看一下有粉好吃嗎？哈。好。很好吃哎。你來試看。凍河蟹。真嘅哈。哎呦，粉香哎。我要跟中藥調都凍好。好吃啦。真嘅。還有好吃。該麵條是冇按好吃的。哦，麵條粉。那個麵條會甜哦。哎，麵條會甜。冇按好吃。哦，仲話嘅今年為繞成阿婆女小嘅倆三種嘅頭兒係認為幾吼三種自家全部中國。哇。有咩哦？昨天老大家講下，仲嘅粉條就買我注意咩？一條類吼，該沖鹹色。因為佢入喺度要上膜，不算用較好種咯。係哦。誒，好種。剛剛吃的這個粉條哦，大家感覺又好食嗎？有。覺得怎麼樣？凍河蟹。然後是個調料又同甘的哦。嗯。好，今日呢就拿下嘅客家人按好食的粉條，跳下來進行體育館的比賽咯，馬上開始。福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生係自家嘅好明星。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用菜地嘅指定食材，做出自家嘅素路菜。到底哪一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一家之主送菜嚟。哇！大家係咪分清楚？大白石都有個特位啊，沒有人都特位清清楚楚。大白石都會摸海，也不是只叫摸海而已。裡面嘅叫當到好門到地度。先來看一下風潮帶來料理係乜嘅？粉條炒飯，粉條炒飯。哎，因為啲大家最好食盤啊！哎，我跟你說，我最愛生俺媽媽煮的料理就係條味炒飯。也是用粉條來炒嗎？啊冇，用麵條，可能用馬條誒。好。啊，你一下吼看一下，咱最今日做嘅料理咪咁簡單咯。看看今日做嘅料理係粉條炒菇菇。炒菇菇哦。炒菇菇，我想說炒菇菇是什麼？菇菇啦，那個阿姑吼，那他一炒。哦，炒菇菇是把我拿去炒。好，大家有信心嗎？有。我拿出兩個本碟來了，比賽倒數3、2、1，搶開始。好，緊張的時間到了，來，看我們這邊一下。拿刀子。有沒有嘗過一句話？我都攻破凶險，其力團結。那等一下你們就要斷筋嘍。哎啊，爸爸要夾天數走哦。走的。啊，走。那你為什麼要搶爸爸的砧板呢？哎，對啊。我們夫妻同心啊。啊，對，睡同一張床，手表沒有用衝炸。對。啊，凱文姐，你本身咩行業係嘛？唔係。你係。阿布卡乜人做較多？做幾組啊？都係每。哦。爸爸擅唱歌，你係做乜嘅條路嘅？我係做醫療產業。哦，真嘅哦。來做體檢的。哦，體檢嘅。是嗎？哎，昌迪安有目測，應該知道體檢是很多紅字吧？對，你沒有，你也排球。哎呦，我難得聽到這麼老實的來賓。你比我高個20公分，你講我好抬球。血強好啊！你真身體好，加油啦！沒有，加油啦！2020年看可不可以瘦個2020公斤？挑掉，太輕了。哦，啊，昨天老大家紹介一下，除了個盤吼之外，還有準備乜嘅食材嗎？仲有係乜嘅？蔥料有卵，還有盤。你係乜嘅啊？鮪魚炒飯呢？對呀。你睇應該係成個最好食的吼。就是愛來凍河蟹，凍好蟹。沒你剛才凍好吃，可是你兒子很好吃。凍好吃，看起來也是。看起來很好，你兒子看起來很好吃哦。我兒子看起來很好吃。借我看一下好不好？啊，借我看一下。是哪一種類型？現在沒有在乎。地豆
国二是啊，太小，太小，选怕去，选怕会去。犯法来。好了，不你切一下，等一下长狗了，好，一起来打折。好。看得出来母子党就是不会互相抢砧板。我很想知道呢，红梨你是做哪一方面呢？跳路啊，後生，你下後生。吉他也开好吗？讓球手哇，好厉害啊！嘿，好嘛该啊，餐饮吗？物理啊，哦，做研究员。我就係啊，安信的後生啊。口内摸嘛立毛，可是我真的觉得红林好像老夫子哦。蛮像的，真的。应该用公公吗？按道你講，愛當上台范書啊。超级明星臉嗯，其實今天是紅林一家來報名係嗎？係一開始係停愛鋪報名啊，不過愛鋪去湊輪椅冇放片啊。跟你說，阿婆是你的忠實粉絲。哦。真嘅都頭前92歲哦。哎呦，從天時地之前來看到現場來。現場 live 誒。對。風水哦，跟下講哦，佢哋做喺炒盤準備凍豆食材，我們有準備哪些紅林手在到大家講哦？香菇啊，嘿啊，你們都菇菇都在黑嘛個啊？香菇還有雞，還有珍菇，啊個粉條。啊，你都有個粉條係什麼個東西啊？用完醋啊？我是時常買啊，雞時常啲用完凍未中。他在誇獎市場老闆娘，凍未中哦。好啊，等一下是哪來炒時候係嗎？係。好啊，今年係馬上負責來炒。紅林，紅林，你不是學物理的嗎？係啊，冇愛各種嘅時間，愛補下就愛煮飯的啊。哇，媽媽那個時候是在做跳舞係嗎？冇，聲音睇嚟就本意學，係啊，就一定要交棒。所以要享福了。去太好就會自家煮嘅，唔是哦。我聲音全部自家煮是。啊，等一下就同我好好來幫你表現一下，好不好？好，等一下張都進來哈。好。哇，好香哦！火腿呢？哇，立亞很寬，有冇？金黃炒飯。哎，真的很聰明哦。等一下炒起來長得好勁崩些啦哈。哎，是嗎，大哥，盛昌哥？你知道為什麼要加那個全蛋嗎？其實唔對哈，要把卵裡面的水分，卵裡面的水吸出。客家國語嗎？所以打紅嘅雪菜槍嘅切啊，用像丁狀啊，一片一片。嘿嘿嘿。好，走在那裡。好，再加哦，我有時間限制哦。哎，好。我先留起來哦。先留起來哦。對。那個鮪魚什麼時候放啊？最尾最後面。啊，鮪魚尾先不宜炒香嗎？不用。唔食啦。唔食。哎呀，就蛋槍炒飯，要注意時間哦。好。哎，盛昌哥，豆腐它嘅時間因為不用填修嗎？唔會。有沒有放尊重？F 等於 MC 是不是那個 F 等於 MA 啊？你還是不要講。我是讀文組的，沒關係。跟下每節噴出來嘅時間，我看寶瓊姐一直。啊，剛剛不是才曬恩愛，你們馬上就沒有堅持了。我想用，等一下繼續把那個放恩愛的賴轉來，要要先狗一塊，等下狗到一個時間要表現很浪漫嘅感覺。哦，呢度開始炒嘞。等下，係。怎麼解？阿妹講今年幾負責？阿婆都會 call 你煮哦。會流水嗎？哎呀，我加就是那個水。哦，先炒香，是不是？先炒過，和加倒水。哦，先熱過水了啦。加個水係做乜嘅用嘅？一條就咪講，用炒嘅鹹硬啊，用水做個鹹潤。係啊，你烏下試過啊？還有一個問題係，一條鹹煨鹹冇水，從你按用煮時間，一聽叫煨下聽個蓋個一條煨啊，一個時間好會燃嘅，一本身水到該條比如。佢講嘅係物理嘅作用。大概就是 F 等於 MC， 是不是那個 F 等於 MA 啊？你還是不要講。我是讀文組的，沒關係。可是你文也沒有很好。我很會啊，很會文。哦，文。
冇激到吼。冇記到。好，加下時就加下鹽係嗎？嘿，等下就好呀。哦，好嘞啊！慢慢等下該調味的部分好嘞。哎。好啦，差不多嘅吼，不用弄去炒一下就收得了嗎？差不多誒。差不多誒，那我們過去等一下就會倒數咯，吼。凱文姐，炒盤我嘅烤鴨係乜計啊？耐心。哦，你有嗎？有，當然有。老公有嗎？有。我哋啊，香港咧肉都有水水哦，炒本去走走係冇？哎嘿，哎，跟住炒本走走。有調味嘛？等一下應該嗆調油嘛？用調油呀，係加呀。黐啲下調油係冇？冇問題。來那個胡椒粉。差不多誒，來倒數。倒數倒數。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嚟試試看啊！鐵管底度，哪一部卡米西靠好食咧？完呢，优雅嘅粉條來做編發，我真的覺得我們兩道可以結盟。哎呦，要用它黑嗎？要配菜，那我們攪在一起嘍。好了，謝謝。先吃飯再吃菜。我們的做得很精緻哦，老要粉條切到悠悠誒，好多底度。好，來吃吃看哦。當香誒。哎，又香。當好先。睇我呀，用切要當車。火腿上面當針的。他感覺因為記得切嘅時候，真係細細，不會覺得過分誰搶了誰。因為好地位度哈，大紅嘅時候全食得到，凍紅。正常哥，你吃用吧？裝好啲。冇得鹽。冇到唔止鹽。唔止鹽。唔止鹽。供養豬誒就會好食。係。對。供養豬誒全部凍。對。我哋最感覺咧，幾多做誒？哎，凍香，反凍好先。紅玲咧，而家講埋粒粒分明啊，係啊。粒粒分明吼。好，來溫色藍色嘅看下咯。好，雖然粉條我咪按到蔗條哦，不過我哋嘅粉條生到凍醬。凍醬誒，來吃吃看下哦。哦。要緊凍上嘅麵條誒，凍車，好好吃哦。你就知道咧，開盆阿姐，許多凍健康，凍健康，覺得怎麼樣？好食。阿姐家未講好食，冇，蔥泥又足夠誒，差唔多按用，差唔多按用，實力表現啊。像我們形容很健康，是一個很特別的形容詞。紅色都很健康，我會緊張誒。健康啊！正經調味很健康，真的。佢要配什麼配到凍河？真經。好，緊張嘅時間都留，馬上先來搶我們的盛智師傅搶粉酥。難水哦！你下好，再接再厲看一下邱師傅搶粉酥。好了，這次師傅先搶公平。好，南推嘅粉條啊，炒嘅生熟都真好，切切，然後每套就醃落去啦，真好。啊，唔過粉推咧炒飯較搭上係冇留一點嘅醬油，會較香。黐咗條油啦，條香嘅味道係。我們這邊是用物理那個算過，精準算過的啦，啊，沒有算到邱師傅的心，講呀。這樣子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慢，請兩講。先說藍隊，牙個米頭吼，可能比較健康清爽一點。不過牙個粉條吼，熟度剛好的，很適中。安尼做得，你是最好啦。不過你太比較清爽了一點點。牙個粉堆，它的味道其實有比較突出。所以會讓人家印象比較深刻，但是它的口感，如果說越炒一點，像林師傅說的，可能會更棒。嗰家些黐掉嘅條油啊，好，兩家伙呢都有評審欣賞中意，表現到十分的讚調。唔過係咁樣看啊，一個粉條吼，都帶咗做馬變化呢，來看一下咁樣邱師傅帶來馬4個料理要搞大家咧。
中埔素卤菜。哦，大家讲其他的东九无抢到徐师傅来表现哪个自个料理的，家今日带来的菜名系乜嘅？味噌肉燥拌彩酥。哦，有米浆哦，来看一下有乜嘅？哎，味噌肉燥拌彩酥，有咩用？啊，彩酥就乜嘅？彩椒、粉条、葱条、红椒、黄椒、吊菜耶，没紫椒吗 ，yes， 葱花。哦，好，马上来开始煮。好来，要先穿烫粉条。那重点来了，这有拔丝吗？拔丝。地瓜哦，没有。OK， 因为它蛮嫩的啦。嘿，然后我需要油。油哈，加油是好哈，唔是加加咩吗？唔是。因为准备暗豆嘅高肉噶。哦，等一下哦，要调那个香脆，那个米丝咱们好。哇，要不要去吹香米诶？嘿。可是做嘛唔会放葱头前边啊？冇，那个用好要不会香。等一下咱会放。那个米粥，米浆没有米浆，也炒过，有挑米，挑米才会出来。哎，师傅，我发现我们那个绞肉好像是直接放下去摸入狗哈，没有先腌过。冇，红葱条。所以它不用先腌那个米浆啊？不是，那个米头冇松葱。哦。嘿，那个红葱条的米丝，米头出来，有加。那米浆的中用会折。那个米浆哈，这个绞肉是300公克，味噌是2大匙。我不能够单看颜色吗？也可以啊。黑豆因为这样子会不会很难抓啊？不会啊，不会吗？对。如果要吃米头，就还没发生漏水啊你。等一下，让漏水。等一下。哦，炒鱼肉是动用的。哎，没想过吼，米浆没昨天拿来炒东西哈。姐姐有没有做过？煮透了。哦，没煮透。中来有一拜粥跟米浆揉到蛋里面做玉子烧也很好吃。哦。来葱，还有白胡椒，谢谢。因为那个味噌够咸，就要放一点糖去中和。对。你要桶不给熟是好哦。拿那个冰镇对不对？对。要不是，然后给炒都3-3。要不要泡进去啊？把3-3，那个椒的颜色慢慢出来了。怎么个有加水啊？让那个米手的米头就出来。哦。很香哦，哎，这样就做这棒翻真的。然后。哇。哎，其实盖下水好豆改虚接的，也是可以放一些米饭进去，就变客式炖饭的，可以吗？这样子会吃5碗饭。对，我都乘以2的。真的。那个味肉燥又好哎。要摆盘。所以你这个彩酥都是摸挑母耶，因为等下你就咸嘞吼。嘿。哇。你下就问个问题哦。款鱼都差不多了，给问哦，盛昌哥，你除了吞口水，也要问问题哦。有效。哦，顶眼那种，我觉得中间应该要放饭才对。你要除掉你应该，管中提油都不卡都懂好上手，所以讲呢，各家各户，喺讲不卡地度米浆非常爱香港挑夫盐来没做的。错吧？好，挑夫盐，那就拿来炒有香的锅，还有放在这个清烫的蔬菜。好，拿起来本太看一下，哇，安样就好食咯。煮应该都当上会食啦，吼，所以讲姑娘煮会较好食。刚才每时喷出来个是这样，我看宝琼姐一直。他真的是用喷出来的哦。哦，阿莫听我喷出来吗？
今天的题目系所以嘛？题目用巴肚烤翅的粉条 ，A 挑夹的长长，面下来平平板板 ，B 挑夹的凹凸鲜明。哦，动起来头鹅用咩来涂？好，先来猜拳，好唔好？好用吹拍吹马上要出来。来，宝琼姐，她已经没办法再吞口水了，可以让我们吗？可以，剪刀石头布。哦，咩个？而且那个来看一下题目。大家。哎呦 A 要挑夹的长长，卡巴香香卡香，平。哎，我们先 A 啦。 ，A 哦。香有好香，，已经没记就选 A 了，应该就是昨天选 B 了哈。但我们原本是想选，选 B。哦我们本来是都很喜欢选 B。那你要转过来哦。好，哦，转过来。好，到底答案是 A 也是 B 呢？ A 盛昌哥果然会选老婆，怎么改的？好的粉条，専門的長長，哦。加之挑了的捧起來，那係攬下去，挑被偏密仔的，挑的鐵路的，口感較唔好，表皮黃黃，出現咖啡色的點的，表示挑的脫水、老的，品質唔好。好，所以答案是 A 嘛哈，就会看用强强卡平卡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我们是物理专业的，好不好？好了，来。哎，就这样吗？哎，Hello。哎，他那唔死了哈。哎呀，某个雅思的其实哈哈，我孝敬你们来。不用了。哇，那什么又甲讲哦？你可以没算系台湾这体力白石头吼，米酱炒给冻死啦。是，平常都是味噌汤嘛，刚刚对。看吧。好险哈，叫我第一名，叫你第一名，哎，可是是老师做的呢。老师第一名。先看一下菜色系马盖。马盖咧，打抛猪肉，哦，换嘅系马盖咧。打抛吧，打饭打。哦，换成做。哦，做打猪。对。搞没有学皮了，用慢，绞肉的，焦香的。炒。啊，配到该粉条嘞，盛昌哥跟那个粉条穷下选，味道很搭，梅头有了，豆酱。味道很搭。我还想把它炒那个菜脯，菜脯咩做对，炒菜脯啊。应该是会很搭。哦，真嘅同真的，如果一个迄较重口味，那我一个卡咩骨素，一天会搭皮穷下食，你就唔可以想讲。现在高牛要进请班呢，因为这个青菜很清甜，搭皮要当度。林师傅嘞，又吞了可以了吗？蛮好，有翻嘛，有摸诶，排泄了，味道清好，然后整个那个米酱的味道哦，浓香。真嘅同真的，喺时间里都不卡做了吃周可能。总共呢，好呀个拿到好嘅食材，然后佢夾向下來變化一下，發表下嘅創意。呢出呢，由師傅帶來本太家來參考一下。接下來呢，要緊張了，條件我們1-1哈。大家要加油咯！加油，紅林加油！好哦。周代那一組做的樣哈，好，馬上就會進行最波面一關挑戰。料理逢6點。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3點完成總鋪時實天我做嘅料理。啲之前都唔理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梁翠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紛紛麼？一家之主，你誰來上菜嚟？耶！哇，強顏歡笑，最期待嘅環節來咧，故作開心。哇，那個勾耳都顯得尷尬。好，先看一下菜色係馬蓋。馬蓋咧，打拋豬肉。哦，哎呀，不能夠放，切點菜。嘿，未做咩得用토마토係嘛？啊，到底愛換嘅係馬蓋咧？打拋吧，打飯打。哦，換成做。哦，做打豬。對，做打豬。好。啊，今年會排出馬莎類抽出這個打還是做呢？我爸爸盛昌哥。盛昌哥類係嗎？那我們呢？好，紅林類。好，等一下打扣的時候，你即刻會用來食菜哦。自己的責任自己擔，好不好？主持人先往後一步了。好，來剪刀石頭布哦，剪刀石頭布。
耶！盛昌哥先来。我先拿一下先。风，好，风车了好，哦。等下，数1、2、3，打开哦。一、用叶片开。2、3。猪牛，耶耶！你要不要先深呼吸一口气？唔要紧，我们要紧好不要紧。好，都在我们打抛什么呢？欢迎哪一家？你先了。呛谁的哦？1、2、3。哦哟，这个是芋圆吗？这是芋圆吗？嘿呢。哎，都在会做甜美还是做哈美？哈美啊，莫打抛用半走甜。我们这个算地雷吗？看一下俩好好，嘞。了解一个，你团黑马该鸡皮，鸡皮可能好活。好，应该。打抛，可能不打能吃的，抛橡皮可能不能筋之类的。吃的。哦，1、2、3。哦，干嘛？好像还不错哎。可能俩好活。我想用玩下好哎，嘞。中不？哎呦，你就想法嘞哈，有嘞哈。来，拿一个。好，先去吼。你们一感觉呢，还算是有良心啊。你们抽到猪肉东南阿用功。好，马上就会进行最本美馆的料理凤6点。好，都有一个料理凤抢等的时间。虽然我们红队呢，还是会为蓝队有点担心，然后等下不演，不是，因为我们有为自己很担心。好，不过大家有信心吗？有哦。不是母来的哦。哎，很甜，做对啦！马上要来进行比赛了哈。好，倒数3、2、1，抢开始。快洗。好，先看一下实不要为力表现。明天而忧虑，我也不要今天就很为菜忧虑。色而担忧。那也bien。其实这一道不是只有考食材了，它你要有最高温吗烤该，因为要煎肉，就是你们的打抛，哎，各家的打抛的味道，口内还又都有差别。要先把这个猪猪肉，不是加油黑吗？不是，嘎哈，嘿，邱师傅没有标给我们有学到，没有加油，然后用量。哦，哇，盛昌哥默默的就切起来了。哎，甚至盛昌哥，你弟吼，你两下切到冻吼，转去不较好的技术在腾虚哎，哦。对，不能切所以太。你不要拿出太完美的实力。他已经隐藏20几年。对，哎，你用啥用的银色的呀？你要准的让我讲。哦，转接让他懂，还是用交友软体？那个年代哦，可能很书信往来了。笔友，下贵烟。真的是笔友吗？对。哎，今天不能拱头嘞。所以盛昌哥的文笔很好喽。不是错字连篇。你给他一点面子，走对吗？哎，姐姐，你要用吗？挑咪毛哈，打抛呢，好像要那个要一点油我。记得要那个有没有？哎呀，你就给打抛，你有慢走。你不是会做？我会打跟抛。打什么？在打抛不是要放打抛叶吗？没有。打抛叶是柠檬叶吧？嗯。不过我们台湾就用这点上，客式打抛猪。OK。啊，因为留点留头俩片也是让人穷下狗一看一下。你说我的部分吗？来交给你了，你要顾后尾哦。好。好，等下洪玲瑞让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战术黑马盖。直接上。就挨。丑时天帅，要请玛莎，帅哥美女选一个。美女好。好。美女让明珠姐上。哦，谢谢。好了。好。你们在，来。好，准备计时哦。哎，计时。开始。等下因为老给炒个打抛酱，这个慢慢不你滚一下。提醒一下邱师傅，你只有60秒。哎，好。Kimi， 我盖起来吗？好。打抛完用慢走。鱼露酱油。鱼露、调酒，还有嘛盖？然后糖。葱。柠檬。那当我自己切。知道。好，给你5秒，多5秒。哇，哎，好的哦，平常去 Hugh 师傅有去健身房呢。有吗？随便讲。哦，你要柠檬会几多？哎，你要不一堆的呢。全素。这个浮起来了。你可能已经过了40秒了哦。剩15秒了。等一下把那个籽捞掉。籽捞掉，对。好，籽捞我们会来。试一下味道。
嘿，然后等一下那个蒜头要爆香，跟辣椒那个辣跟腥味要出来，哈。那九层塔要爆香吗？要切一下。时间都，再给你5秒，5、4、3、2、1。你哋冇变水系吗？冇变水，上讲我做啲变。好，停。好。停，下去。小心。所以该下师傅讲哦，先煸香，那个辛香一定要煸出来，系吗？然后雷梦汁一定会拿出来。对，还有那个辣度要出来。那这个打抛的香到底客式的打抛到底香气到哪里到？切点菜。所以你才说要抖啾啾，系吗？阿丽，你要加油哦，阿婆都会看着你哦。翻过来了。阿丽，你有加油哦。他现在没有办法听话。啊，你用物理的方式来走。他物理看花了。厉害了，厉害了。哎，不是天书哈，鱼露我没有吗？厨师天数奶，你要吗？要现在吗？要。好，来，那圣上哥你要谁？你要谁？谁？这个刚才那一边，这个还没用，你要还是要用同样的？同样的巨师傅黑吗？对。他好 ，OK， 好来，先暂定位。可是我跟你讲，我们林师傅很会打抛肉，真的。他前几真的，你这样让我好难选择哦。你自己选吧。可以啊，可以。所以好，那我谁来师傅了？我还是选林师傅。好了，马上来。生宠太公，你然后讲一下厨师天数啊。让他舔手下，好。好，让他舔手下。好，继续开始。亚洲的切丝，小心手。来到台大讲哦，选举师傅哦，不但想来走再菜，他打抛肉也很厉害。亚洲的切片摆盘。哎，你怎么得切咯？你会切咯？等下切。好。好。汤会马改。一点胡椒。不叫符文。汤会马改。耳痛吗？哎，这样就可以。哦，不叫符文是好的哦。九层塔下就可以滚火了。西剑斗。我讲雷梦吗？要。雷梦是怎么加？哎，怎么得抹呢？他说要切。对，不行的，雷梦要挤下去，对不对？要挤就可以切。挤一圈，好。啊，怎么还有切片啊？摆盘。哦。你要不要带点就怎么的？叉子的。在哪里？这也没有叉子。哦，这边，然后你要擦挤下去。哦，所以no，是。你擦到干什么？太紧张。我傻眼。就是没有肉。是谁出的题目？你们有同意吗？难道又是徐师傅吗？我觉得我们宝兄弟去走聊听某个徐姐，今年不应该信心还蛮个。俺从头做对主题啊，美毛。做对主题啊，美毛。我吃米头。好。俺用冇水落去啊，吃落去天天。是，等下留起来哦，是要留起来，姐姐。好。是要留起来，冇等下会比吗？一点点就够了。好。太少。对吗？你觉得太少？我觉得太少。还要尬掉。那我就办我吗？你自己试试看，几块？好。鱼露都加了嘛，对不对？对。还有一点。好，交给你调了，我去那边了，给。谢谢。哇，这个不一样的风景哎。等一下，跟tomato另外炒不一样。本来很想问说你们的肉呢。啊，台风带。我傻眼。就是没有肉。是谁出的题目？你们有同意吗？听说都会经过你们2位的同意了。有吗？没有吗？没有呢。难道又是徐师傅吗？我觉得要不要这个先下去给他煨，慢慢让他入味。你确定你要出馊主意？这时候你就要先看一下师傅的眼神，肯定的眼神。妈妈的聊。然后昨天可以 save 掉哈，好，鸡毛拱背哦，这就蒙住哦。我也假装没看见，因为他阿婆是我粉丝。哦。而且马上用打抛来煮芋圆呐。我觉得你们要不要吃一盘米头？你帮你队员试个味道，说不定懂后生。但我觉得鱼露好像很重的味道。中行嘞。胃痛。妈妈，你要吃一下米头吗？嘿，妈妈，你试看。来，你试试看，对。中行算了哦，我们俩香嘛哈。对吗？我们有达成共识吗？
喊架点点就好。好，莫不要开火了。啊，这个是。哎用，你痛虚去对吗？对。啊，伊家下又加买个敷，买个胶，买个粉呢，会加吗？买个粉。可以了。我们差不多要倒数了。等加下去就好了。对，这个啊，这个7、9层塔的味道最重要了。对啦，这个要加去。对呀，对。好啦，倒数了。来，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看下最杯面一罐奈布卡张系列台中普嘞。哇，两摆打抛系列呢，讲真嘅呢，我真的想吃蓝队的。哎呦，你有没有用过？因为我好奇。哦，不是用吃过。老哥不会也很妈咪不曾吃过，很想知道。对。那我们就先吃蓝队的。我们先吃标准的。哦，长了又创新的口感。对。其实风水做的又像外面卖的。好香哦。有像外面卖的感觉哦。嗯，好香。好吃哦！冻好食啊！但常少看嗰啲像外邊賣，啲食起嗰啲像外邊賣。對，有種瞬間好像來到了客家泰國一樣。你兩啥感覺咧？冻好吃的。跳白就走過那個打拋系列嘛。體100走。體100。對。懂厲害耶！謝謝，懂厲害。你們兩個也選對師傅哦。好來。啊，話你用啥？做到樣辦？好食。好食吼。好食。換個小籠子地非常好食。啊，紅玲覺得咧？真係好食。真勁好食，它就呢條炒嘅粒粒分明。真的。真勁好食。當然吃看藍水，我覺得味道對就好。我們忽略芋頭。因為家下吼紅玲有講吼，佢就做個芋圓，從那種原本嘅刻板印象來想，創新的想法。係。好，日日來食佢。今天做咧打破你的刻板印象哦，打破它的印象，摸糖了硬。这个可能问甚至我知道。你先是多么多啊？哪生面好吃？真嘅。好吃哦。哦。好吃。真勁好吃。因為睇下魔術度吼。非常 Q，它肉咧雖然金平肉哦，我你上看假使伊嘅肉介法，伊嘅梅是很粗介，它的味道是對的。而且點都有不會熊哎，而且味道調得很好。我覺得是好吃的耶。嘿哦。你覺得呢？想不到吧？對。想不到，好像創了一道新菜色。嘿哦。原本吼，我們寶瓊姐去到聊題目嘅時間，我先訪問一下，您原本嘅信心係乜嘅？俺想到做啲煮甜的毛，我就煮甜的毛，結果咧煮出來的結果，就是種的，酸甜嘛，凍好食。唔會做得啦，佢要個芋圓呐，做到肚好，唔會調爛，唔會調硬。真嘅，而且我吃第二個，真的好吃啊！可是觀眾朋友們，我們一直說後生，你要在家裡要嘗試嗎？上寬啊，嘿，請給我上寬啊，很簡單啊。盛昌哥覺得呢，我們做的味道當好。體100是到個芋圓味，酸甜甜的吼，冇口用。好，緊張的時間到了，甚至師傅你準備好些嘛？準備好嘞。好，馬上就來搶你甚至師傅搶分數。好。韓英好後生嘅，會不出創新分數。好啦，咁我等下談款，向陽韓師傅搶分數。真是師傅搶公平。哦好，我知道亞頭嘅打泡豬啊，而家토마토嘅梅頭就出來，然後筍梅還有嘅魚露嘅香梅，弄清好，然後味道上面都非常的協調。那唔過你下南推嘅芋圓是都蠻清神氣啦，嘿，清神氣，然後蠻清厚，適合在開胃菜的時候吃也蠻不錯的。然後按做點，佢撒到動線起來評價我們的菜誒。對啊，有趣啊。很有趣啦，咁看看下邱師傅會做乜嘅公平呢？風水
这个打抛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鼓励特殊食材，勇于尝试，也跟米托椰口感有做出来，所以要鼓励一下。对，我也觉得米托老 Q 感都有做出来。因为有俩比赛时间哦，观众朋友可能问题，今天动团，这动团的时间做咧，还是做咧上到两种的方式走法，很简单，真的。好。今日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2队都会得到2分，恭喜平手。恭喜恭喜！凤水得到1000元加彩金。恭喜恭喜！咱水今日袂做咧得到1500块嘅加彩金。哇，恭喜！好，马上来先来讲，可以问太极老太家分享一下礼拜2参加的心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客家节目哈，然后这个。其实我也不太会煮菜，然后今天又在这里献丑了，然后呢，我这几天非常的担心我煮出来会不会很难吃，结果呢，这个林老师跟这一位大姐老师邱老师哈，给我们很高的评价，非常谢谢你们，谢谢。总秋哎，你的节目都会本人家睡唔到觉哎，除了准时守定，没有办法好好睡觉。阿兄会参加，没冇办法好好睡梦，就是让人家什么，你知道吗？魂牵梦萦的好味道。结果咧，那都奖金以后咧，穷到睡唔着咧，对，又睡不着。好，先从泰国老太家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参加的心得？今日新闻哦，来参加了个客家美食哦，今日嘛台地个冻老面啊，给煮的美食哦，冻好些，好，谢谢。真的，好啦，提升你有感谢盛昌大哥，他把他老婆借给我们吃哎，没有，老婆的美食借给大家品尝。对啊，他们家都互相吃啊。刚刚大姐还说她的儿子很好吃啊，冻梨的好吃，哦，没有用人记得咧，好啦，恭喜哦！恭喜恭喜！好，你还问一下哈，我们的姐姐今日哈，对你来要穷下来，有嘛感想嘛？就得到嘛个东西嘛，让大家分享一下。都感谢你节目，希望大家。希望。虽然没系提名啦，不过吼。平手没动好个名次嘛，对不对？平手就会两位都第1名啊。对啊，都是第1名啊，可以写在履历上啊，红玲对不对？问一下，今日来参加啊，尤其系参加到我们的粉丝专业私讯的哦，对不对？来参加，让你到天时人看了有嘛个差别嘛？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唔知嘅，就第2擺按樣參加，我唔知有冇講。哦，所以第2擺嗰個師姐是會講嘅。啊，解下手道語言嘅師姐有冇嘅想法嘛？係嗌咩講？手解唱聲，嗌上其他啊，推給媽媽啦。冇，嗌上就你煮菜，你就按樣啊，要買個菜就煮埋個，冇地香啊，係啊，全部為主啊。而家看到街下嘛，見到街我就滿足，係啊，平常人家年輕嘅薯餅啊，薯雞東西啊，人家係會做行嘅做大，你用嘛，啊唔講用其他都會嘛做得，係啊。其實紅玲講的咪動作啊，人生本來就按用啊，你因為讀到嘛嘅事情啊，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從做菜咪係按用啊，沒有聽錯嘅答案，盛昌哥是不是？對，而家係差一點可水體嚟嗬。好啦，今日這件當歡喜哦，有兩處呢 Q 下來特別嘅交流，而且呢，今日也關於喺料理風綠燈，講真嘅呢困難，表現都要當真，都有師傅都當好難嘅，當厲害。係啊，當喺呢個節目當中吼，唔但想做呢表現一下兩公婆嘅感情，咪做呢表現一下吼，我們母子之間嘅感情，所以放養所有冇窮人嘅愛。唔但像係兩公婆之間嘅愛，也係吼母子之間嘅愛來，全歡迎大家來報名參加哦。唔錯，一家之主呢，就會等人睇自家叫下來啊，特別交流來學習。一家之主，你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